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杨祖和，欢迎收看10月17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铁路地下化对政策开始以来，引发了侪争论甲抗议。这届台南市长候选人苏焕智用伊多年来观察来分析，表示台南铁路地下化不只会让台南市政府增加330亿的支出负担，更加有可能因为地下化来破坏地质，造成城市的侪所在。会有地层下陷或者是海水入侵的危机。台南市长候选人苏焕智上午会同新大同联盟召开记者会，伊来表示，铁路地下化对台南来讲并不是一个好的政策。伊认为，第一，地下化要开台南市330亿，会造成台南财政变甲相当困难；第二，地下化会破坏地下水的流向。和台南饮水的问题更加严重，甚至会造成地层下陷的问题。那这个连续壁阻挡这个排水之后呢，其实就是会造成这个地下水本来是由东向西，就地下水呢就是挡住了往回流，正好就是整个这个大湾低地哈，就像这样的一个城市灾难呢，淹水已经是成为地方的梦魇哦。那如果是没落后嘛淹水，那这个是会变成一个这个天下最好笑的一件事了哈。那台南这个课题的严重性就是说，地下水是没办法渗漏的，然后你15公里规个围开，而且水几乎是倒流，然后呢下面充斥着地下水的时候，一旦大地震来5级的地震，那么这个对整个台南的这个城市风险实在太高了哈，因为围观到了才一栋尔咧，可是你规个东区到永康，那这个范围是非常广大的哈。也因此，台南市长候选人苏焕智提出废除铁路地下化，应该要将铁路做双重高架化，安尼不但较俗，嘛袂造成台南地下水站被破坏。那高架一层就是铁路，高架一层铁路哈，那高架的2层就是快速道路，就是从永康进到老城区城中心的一个快速道路。那这样的一个架构，大概就是铁路在高架1层，那高架2层就是快速道路。这个一举把整个台南市的连外交通问题彻底解决，就是应该会在10分钟内呢，可以到达那个老城区了哈。铁路地下化的争议，台南市长候选人苏焕智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政策，甲无同款的角度，也相当值得台南市民去深深思考。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安平一直是台南上界受欢迎的景点之一，位伫咧附近的渔光岛，这几冬也愈来愈侪游客爱去。但因为假日时游客伤过侪，公车班次伤过少，游客拢自行开车，也造成当地交通变甲非常的无方便。当地里长向议员林美燕反映，希望会当增加公车的班次来改善交通的问题。17号下午，议员就会同着交通局，针对渔光岛的交通问题来进行讨论。渔光岛因为距离安平真近，加上美丽海岸线，现在假日期间嘛是非常热门的景点。但是因为现在只有2号公车会开到渔光岛，班次嘛较少，所以游客拢会当开车，或者是骑倒摆，造成当地交通的不便甲空气污染。当地里长嘛甲议员林美燕反映。17号下午，议员嘛甲交通局到现场会勘，希望增加公车班次，改善当地假日期间车辆上多的问题。很多游客比较不方便，因为他游客只是坐到那个义载金城就没有这样的过海。那我们现在是要一些那个相关单位，是不是能做一个大众运输的改善？因为现在政府也都推动这个低碳那个环保嘛，所以尽量是少车辆进来。如果有一个那个大型的那个交通工具的话呢，可以接驳进来的话，我们可以降低一些学生骑摩托车进来到渔光岛，这样可能会把我们这个生态会更好一点。这样，我们有看到，我们的渔光岛很出席不只是拜六礼拜假日时阵，
旅客真的非常的多，尤其做水观光客都希望来到渔关岛。那在地的居民也认为说，他们在交通上面，太多车子进入到这个地方，会影响他们的生活品质，还有空气的品质。所以我们一直在要求说，交通局在这个方面能够做一个建构完整的公共运输，提供一些观光客来到我们的渔关岛。那我们有看到很出席，渔关岛只有一条路线，2号车来到这个地方，那而且一等要等1个多小时。我想要那好观光客希望下当来直接公车，我想真的没有人想要去做。交通局表示，针对渔光岛假日期间的接驳，现在嘛愿意伫11月份的时阵开始，由77至2线的电动公车部分开到渔光岛。因为是免费接驳，所以交通局嘛欢迎游客会使多多使用。同时嘛有计伫明年的时阵要设立T-Bike站，增加游客的方便性。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期待超过1甲子的台南美术馆，总算伫咧10月17号正式开馆试营运。官方也特别依照鼓励，选定吉时，伫咧17号上午的11点10分举行开门入厝的仪式。整个过程简单隆重，邀请市民朋友做伙来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掌声鼓励，这是我们台南市民的荣耀，非常非常的感动，也非常感谢我们8年后终于我们的美术馆正式的跟各位见面了。上午11点10分时间一到，南美馆依循鼓励举办隆重的开门仪式。等待仪式结束了后，就会当看到真侪市民已经等袂赴。想要赶紧入去参观这期待60档的美术馆，入去到内部会当看到各项设施，包含多功能的剧场、户外空间以及艺术展场等。南美馆嘛表示，未来将会做好促进艺术普及以及大众化的目标来努力。这一扇门呢，是台南市民期待60年才能够打开的一扇大门。希望这一扇台南市美术馆的一馆的大门，可以开启台南市美术未来的发展，为我们下一代的美术奠定基础。目前伫南美一馆展出的艺术品相当丰富，包含艺术家陈澄波、郭伯川、沈哲哉等多位大师级的作品。那么这一次捐赠的作品，包括陈澄波、另外郭伯川、沈哲哉，还有许乌勇等大量的捐赠。除此之外，也有从清代到我们当代的捐赠品都有。那么总计展出将近200件的作品。那我们希望这一次的展出的捐赠呢，可以让我们台南市民，让各界对于捐赠这样的支持美术永续发展的意识，能够长久发展下去。在试营运期间，馆方嘛有规划典藏观景展作为这届展览的主轴，未来嘛会将所有的观景作品以上大的可能呈现给社会大众。展出的期间为即马开始，一直展到明年3月12号为止。欢迎各人踊跃前往看展。台南新闻张耀忠采访报道。举办到第2届的银发擂台秀，是由民费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甲台南市立病院共同来举办，希望当予台南市的长者会当有一个表现自我，同时又搁参与到社区活动的机会。这届来了15队400外的人参加，参赛者全部拢是65岁以上的长辈，每一队也拢展现出无输少年人的活力。最后由着七股区的树林里社区来得到冠军。会使看到，不管是阿公也是阿嬷，伫就台进前拢会认真的准备。这届由民费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甲市立病院共同举办的第2届银发擂台秀，今年嘛比旧年更加盛大。这届嘛来了15支队伍，400多位的长辈。主办单位就是希望透过安尼的活动，关怀社区的长辈，同时嘛鼓励因参与活动，落实健康老化。今日是民费慈善基金会成立30周年，也是这个重阳节。当然，过去一直每年拢有咧举办着这个做会当帮助着这弱势团体，以及着台南县市、台南市所有的一寡这个长者，互因有法度通好得到这个健康得到这个娱乐。当然，伫这个民费基金会呢，
拢希望着讲将来咱在社区的这弱势团体，尤其是这长者呢，因的身体有法度通真健康，较毋免走病院。今年总共有15个团体，400几个人参加吼。咱遮的长辈大家拢真欢喜吼。我想不管是咱做医疗，还是社会各界吼，拢会当来关心咱遮长辈的健康吼，互因避免失智，加互因参加活动，咱大家出钱出力吼。互因真欢喜来度过这个重阳节，这是真有意义的代志。即届参与的长辈全部拢超过65岁，其中上高龄的就是这位98岁的郭怀渊阿公。上特别的就是这个社区内底有4位超过90岁的参赛者，精彩的表演嘛，互大家看到长辈的活力是无输少年人。我今仔日吼会当咱采到这个台边吼，记得咱大家吼，我真正足感情的，足欢喜心的对啦。咱叫咱大家吼，大家像我呢，食看会饱日的，咱大家。对啦。侪社区的长辈拢最用心的打扮，其中规邻里的阿公阿嬷伫当地里长的带领之下，嘛运用社区的农产品当作服装的造型，希望透过表演来推广社区的农产品。阮规园的农产品都是有这个适客哦，有土豆好食，有栗仔笋，所以要推动咱这个农产品，互伊行销出去。嘛烦恼讲这个老大人会退化，所以逐工阮拜一到拜五拢办活动，这长辈时代拢出来做表演。最后由7股区的树林里社区得到冠军。比赛过后嘛安排长辈去享用自助餐，希望这个充满活力的活动会使互这长辈留下一个难忘的中阳节。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基美医学中心伫咧中阳节这一天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结合了病人的安全甲老人健康宣导等等的单位，并且用着活泼的行动剧甲舞蹈。要来互所有参与的民众会当真简单就学习到就医安全知识。为推广病人安全这理念，国家将每一档10月第3周定为病人安全周，以提升民众对着病人安全的关注甲参与。基美医学中心10月17号就伫医疗大厅举办一系列医疗活动，并由病院的志工再来活泼舞蹈以及行动剧。宣导病人就医爱做到说清楚、听明白、勤发问、做笔记，这4项步骤。今天在奇美医院举办医病沟通无障碍，乐活奇美享健康。那这个重养病人的活动呢，主要的目的呢是要宣导我们病人的就医的安全。那每年的10月的第3个礼拜呢，是我们国家所定的一个病人安全周。那希望透过这个活动呢，来提升病人在就医的过程中能够得到一些保障。那另外我们也刚好今天是我们的99重阳节，那特别是台湾到现在呢，已经是进入一个老年的一个长龄的这个患者比较多的一个时代呢。那我们老人的就医的安全也更是十分的重要。那希望透过这些活动，可以让民众多多重视这一块就医的这个重要性。除了行动剧以外，伫现场嘛有设置健康咨询的单位，包含癌症筛检、实地检测、营养咨询以及骨质密度检测等健康的宣导，互参加民众会当多多关心家己的健康状况。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登来新闻现场。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2018毛豆小姐先生选拔活动又来喽！欢迎年满16岁以上既有毛豆产业尝试者，于10月18日前报名参加。报名请上新市区农会官网或拨打报名专线0658998888。每夜在发亮，我
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因为竞争无讲介明显，这些病患拢是伫咧健康检查时阵，才发现到肠仔肠胃的黏膜有肿瘤。小小肿瘤一般的病人袂有任何身体上无爽快症状来发生，但是假使肿瘤愈来愈大的话，就会造成腹肚痛，甚至是出血状况。心态病院医师就提醒民众爱特别注意。肠仔甲胃的黏膜层，假使若经过内视镜观察，发现有肿瘤的时阵，医师就会伫第一时间进一步判断这个肿瘤的大小以及是毋是良性的等等。心态病院肠胃科主治医师嘛表示，有关的黏膜治疗方式有几啊种，而且拢相当的安全，请患者唔免烦恼。黏膜下肿瘤有分为良性跟恶性的。那一般我们如果内视镜怀疑有黏膜下的肿瘤，我们会先做一个内视镜超音波确诊。那再跟病人讨论看是要选择用内视镜超音波追踪，或者用内视镜手术的方式或外科手术的方式将肿瘤切除送病理化验。那内视镜的方式依它的大小跟从黏膜分层长出来的部位不一样，也可以采取不同的治疗方式，包括内视镜黏膜切除术或者黏膜下剥离术，都可以达成肿瘤切除、保留器官的一个功效。针对着肿瘤无同款的位置、无同款的大小，医师拢会用专业来找出无同款的解决方式。同时嘛，因为黏膜肿瘤的症状无讲介明显，医师嘛提醒民众爱定期来做内视镜检查，来确保着肠道的健康。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由客家委员会、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甲本台合作推出的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这礼拜要来介绍客家的美食文矿肉甲肥汤文笋干，今仔就带大家做伙来学客家话。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邓老师。大家好，我是小晴。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又要为观众朋友介绍客家相关文化喽。小邓老师，刚才画面好像又出现好多好吃的料理，今天的节目应该是要介绍客家美食，对吧？哈哈，是哟。你今本日啦，我来介绍客家美食文化。西文西炒嘅焖炕肉，老皮汤焖笋干。我们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呢，之前就有介绍过四文四炒的四炒，分别有客家小炒、姜丝炒大肠、猪肺黄梨炒木耳和鸭红炒韭菜等四炒，也介绍过呢咸菜文猪肚、排骨文菜头。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单元要介绍四文四炒的四文汁文矿肉跟肥肠文笋干。头摆客家族群啊，因为从天晒老山鸡生发，起身冇容易啊，所以啊，师傅嘅生发观念，研究出各种嘅酱料名菜，其中有以四文四炒最有代表性。也充分展现出客家人敬天惜地、不计其用，以有限嘅食材来变出当多彩色嘅饮食文化智慧。我是讲过哦，所谓焖係只用大鍋加水，也係講用皮湯，也皮湯呢就係只講像濕豬肉啦。雞肉也係鴨肉等等，也有皮湯嘅水。客家人通稱很多皮湯，也皮湯長時間用細火慢慢地煮，皮湯保持得冇半結滾，所以長時間慢慢地煮就很多焖。客语说焖就是慢慢的用小火炖煮，让肉汁的味道呢完全融入汤汁里面。係呀，
为了保留传承客家传统的好美食啊，传承推广客家的文化，因为最近当感谢台南市政府民俗事务委员会委托因为松子城有线电视台来制造有意义的节目单元。是啊，美食节目呢，通常都会有老师在现场烹煮。很可惜呢，我们没办法现场操作示范，只能透过饮食文化故事的讲述来传递每道客家菜肴的由来以及历史的深层意义，希望让客家美食能够传承。是呀，你竟能够做了味，讲以后好菜。今本日你好好自家天师学院嘅节目，介绍客家美食门嘅文化。就愛先來講到客家人本來就當上謙，尤其從食嘅方面，頭擺屋下斯泰人堅從食飯時節，就會老生人嚟見教態哦。食嘅東西呀，粗食莫粗爽，粗食莫粗爽，什麼意思呢？呀，粗食莫粗爽，意思就係難吃的食物盡可能都吃掉，寧可吃掉都不要浪費。这个爽，那个爽啊，就会浪费。哦，小时候呢，真的都被大人教育说呢，吃饭的时候啊，碗里面的饭粒哦，一定都要吃干净，要不然长大就会变得很丑很丑。哈哈，看见的啦，头班人生活上嘅上谦嘅态度啊，真嘅係用心良苦啊。客家人用皮糖焖煮嘅菜，攪落嘅飯碗上啊。真嘅當好食當茶飯哦，哈哈，茶飯就是很下飯。那今天我們節目要介紹的文況肉和肥腸文筍乾應該是最茶飯哦。錯哦，後擺老人家係出門去本人唱啊，嘅雜事旁啊係無藥嘅焖糠肉，然後焖肥腸焖筍乾啊，就會吃到冇食飽。食到冇擔冇堆，什麼叫做冇擔冇堆？冇擔冇堆啊，臭牙味嘅意思就係吃起來沒什麼滋味。哇，節目進行到這裡呢，我們已經把客家美食文化的4文4草呢介紹完畢嘍。相信觀眾朋友對客家美食文化也越來越熟悉，所以大家有空的時候，不妨自己也嘗試煮看，打打牙祭哦。係喲。講定啊！你好好自家天師學院，根本意就講到呀咯。然後嗱，你觀眾朋友講，真來了，真來了，真來了。新闻最后，咱做回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侪云，有时好天，温度24度到29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感謝你收看10月17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王祖和，咱再會。